亲呀，留爱民，亲啊亲啊，中途啊路啊松啊，古没啊近啊，随地呀你外中。呀哎呦！阿妹，哎呦，老爷嘅胡椒本你都棒枪枪哟，你都按样讲爱面怕了，你用嘴你妈又真又假，老爷问你，你都马啥黑真，马啥黑假，老爱强势走来。我是真嘅，佢係假嘅；我係真嘅，佢係假嘅啊！我是真嘅，佢係假嘅；我是真嘅，佢係假嘅；我是真嘅，佢係假嘅；我是真嘅，他讲他真，他係假，他也係真，假係他，兩片都假，哪一假真，就哪假假。就那个那个里个那个个，老爷嘅头那快开花那个个那个，哎呦，吼吼吼！你都都系真嘅，难陀老爷爱系假呀，爱啲咧冇用太闲，你都唔会做人啊，来人啊，太闲事。报太人巡查民情，现下几多用国宴？报太人几多用国宴巡查？太爱老你都带到报太人面前审问，就是来人啊！将人带下去。太爱来去接菜。
天公hin通，亚东营，你东有铁面无私啊，兵中心呐，古代啦。你呀，心龙。对分辨就要惊，全无千所啊！爱同渣渣嘅恶棍啊，土豪，每逢都散了叫啊！放歌挂牌呐！黎明辞见民安，推天呐，草都啊！报用国烟令赴太炮求见，明塔金剑，赴太炮觐见。用国烟令赴太炮参见包太人，罢了。多谢包太人。贵言去年用国言民情如何？干是情干，民是良民，只是眼牙之内出有一件奇案啊！出有马街奇案，出有两个富太郎，两个潘金莲，真假难辨。下官将一少年马带至堂外，等候包太人审问。有此等奇案，命他夫妻觐见。富太郎夫妻觐见。你哋用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，含枪杀小雷。我是真嘅，佢係假嘅。我是真嘅，佢係假嘅。我是整个记黑假嘅，我是整个记黑假嘅，我是真嘅，佢係假嘅。我是真嘅，佢係假嘅。满眼浪风怒冲天，妖怪高乱用国剑，看你快快将显现，用莫色瓦斯啊，发疯言，恐爱招摇不惊。
中天师到，中天师到，将其都带下。有请。众真人，不敌真人家多飞前艳阳，东面苏翠。岂敢平头来的鲁莽，太人海汉，不敌太人审问嘛该安天呐！用国见出了真假武太龙，老真假潘金莲。报太人有所不敌，呀真假五太龙，老真假潘金莲，乃是五法通中有目中人。平头暂系未从此事以来，等平头辨明真假。太庙神通，且慢，莫讲通妖怪，以天师之意，以我之意，终发生何才？来也！有何法意？将此题团团围困，良法意。就将报太人神通神门，有罗真人。山啊通！你得用哪个去真，哪个去假，含枪杀掉来。俺是真嘅，佢係假嘅。俺是真嘅，佢係假嘅。俺是整个记黑咖喱，俺是整个记黑咖喱，俺俺是整个记黑咖喱，俺是整个记黑咖喱。开蛋！开蛋有我陈亚曼啊，敢帮你挑四下饭呐，一人三人呐，来多次啊，爱你这天不拿爬山呐，开蛋有怪。做做演出演行办就罢了，那是莫咋我哋本山人嘅厉害多。太
爱当中天使，开口就骂妖怪，爱只会你家太呀，不敢将你养用板。我爱生来。胡延龄，请你先回阿里斯。遵命。朕因有谋遁逸，以何是何啊？报太医。太医不是胆将心，临潼年来贪分明，因贫有怪有本领，起身保家将他见，本言保下突亲，天高正法雷霆，代天太医终有对啊！天爱有怪，天言行。朕因你我巴巴伦啊，心中有数啊，天山那分，人来呀，连年门啊，奔出啊，俺女呀。等你那云，杀死内也逞强，红不让我等一场，挣脱将把他身陷。这天上有猛火冲。总天师，你食材口分，傅太郎佢攻破唔下，我将其丢插山，也是顺水推舟。你按样苦苦相逼，是何道理？呀呀呸！人间此用人间事，何用人家妖魔之辈多管闲事？今日我就为了你必须高亮，妖魔，你真是不敌悔改！坤达。看到。
枪满了，有某来炸厉害，我不免抢出天龙凶出就是了。